浪琴香港短途錦標，揼埋呢匹樂於助人就展開角逐啦。亦都順利埋，隨時起步，歡呼聲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樂於助人有少少片咗出去，包咗落尾啊！好啦，嘉應高升相當快閘啊，擺咗喺前面添啊，氣勢第2位啊，外邊有紅馬路啦，但係第4位呢埋邊位置係舉步生風啊，出邊第5位有美麗第1啦，第6位嘅馬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，內欄第7就李健夢境啊，響外邊呢仲開心寶寶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係驕陽明區精算暴雪啊，金鑽貴人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呢就嗰隻幸運有你啊，咁啊送咗安樂嗰隻呢就係樂於助人嚟響個包尾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嘉應高升一馬當先擺咗喺前面放啊，咬咗上嚟第2位呢就舉步生風紅眼罩嗰匹啊，再見到內欄嗰邊啊李健夢境精算暴雪啊，攞出嚟中檔有氣勢啊，外邊追美麗第1，大外檔驕陽明區，仲有金鑽貴人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搖下搖下拋離後邊嘅對手，最少3個馬位啊，後邊有舉步生風響第2位，進佔第3位精算暴雪，外邊追上嚟係驕陽明區，金鑽貴人都有份衝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，我哋嘅馬王啊，真係贏到後邊甩晒啦！上場賽事已經翻到嚟香港，交出相當好。